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主題係最不懂說謊星座 Top 3。第一名白羊座，第二名巨蟹座，第三名射手座。第一名白羊座，誠實指數99分。白羊嘅情緒向來都寫晒喺塊面度，心入面點諗就會點樣反應。一旦想試圖隱瞞真相，語氣同表情就會開始失控。講大話嗰陣，反而會顯得好緊張，嘢都未講完就已經露晒餡。所以佢哋通常都會選擇直話直說，因為要編個故事出嚟實在太難。第二名巨蟹座，誠實指數95分。巨蟹嘅情感投入好深，就連語氣都好難收得埋心事。就算只係善意嘅隱瞞，內心都會湧現出一份明顯嘅不安。講大話嗰陣，好容易自責，聲音同態度都會不自覺咁軟化，最後往往都會選擇坦白，因為對佢嚟講，良心比技巧更為重要。第三名射手座，誠實指數88分。射手本身就唔算擅長編造說辭，對虛假嘅嘢本能上就會覺得好疲倦，要佢設計另一套講法，反而會覺得係浪費精力。講大話對佢哋嚟講好別扭，寧願講真話或者乾脆唔講。雖然有時會值得滯，但亦都幫佢哋自己慳翻唔少內耗。唔知你又識唔識得講大話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